Hello，大家好，又係我無名小卒啊。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貼近時事嘅話題，不過我最想講解嘅係一個釋經嘅問題，甚至係一個好重要嘅神學話題。身為基督徒，我哋應唔應該祝福以色列呢？大家認識我都知，我最中意講一啲人哋唔講嘅嘢，甚至係講一啲爭議性嘅話題。呢條片都唔例外。首先帶大家一個網站，佢就係 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中文叫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好多西方國家都會用呢個網站嘅反猶主義定義嚟去立法嘅，包括美國、英國、澳洲同加拿大都會用呢個網站。列咗11點係會牽涉到反猶主義嘅，其中一點即係我呢度列出嘅第一點。佢話如果你指控一個猶太公民或者全世界嘅猶太人，所謂對以色列嘅優先事項對比於自己嘅國家利益更忠誠，咁樣你就犯咗反猶法啦。即係代表你可以指控一個俄羅斯人，佢係為咗俄羅斯國家嘅利益；你可以指控中國人為咗中國國家嘅利益。不過你唔可以指控一個猶太人，佢為咗以色列嘅利益，因為咁樣你就犯咗反猶法啦。另外一點值得關注嘅就係第4點，因為呢個涉及基督教。佢話當你使用同經典反猶主義相關嘅符號同圖像，例如聲稱猶太人殺死耶穌或者血腥誹謗，你描述以色列或者以色列人，咁樣你就會犯咗反猶法噶啦。所以當你描述聖經入邊其中一個故事，你都係犯咗反猶法噶。我只係溫馨提示大家唔好立亂犯法啫。終於嚟到我講解點解我今日會講呢個話題。最近有個訪問 Tucker Carlson 訪問 Ted Cruz， 一個美國德州參議員，傾到關於參議員 Ted Cruz 點解佢係以色列嘅頭號捍衛者呢？ Ted Cruz 就話：我細個返主日學，聖經就教導我哋祝福以色列嘅必會蒙福，詛咒以色列嘅必受詛咒。以我角度嚟睇，我梗係想做蒙福嗰邊啦。咩話？嗰啲祝福以色列政府人？佢話祝福以色列，唔好講政府，係話以色列呢個國家。所以聖經就係咁講。作為基督徒，我信呢樣嘢。喺邊度啊？我可以揾俾你。我一時諗唔起喺邊度。拎個電話出嚟，喺創世記嗰度。所以你引用緊聖經經文，但係又冇背景，又唔知喺聖經嘅邊度。但係呢個就係你嘅神學觀好亂啊！究竟係咩意思呢？塔克，我係基督徒，我想知係講咩啊？好啦，我點解會支持以色列？因為第一，聖經命令我哋要支持以色列，但係第二，等一陣，唔係，等等，你係參議員，你家陣喺度拋神學出嚟，而我又係基督徒，我有權發聲噶。基督徒要被命令支持以色列政府，我哋被命令支持以色列，而叫咗我哋咩意思啊？祝福以色列嘅必會蒙福。等等，定義以色列呢個好重要啊！講笑啊！我哋國家係基督教為主。定義以色列，你唔知乜嘢係以色列？呢個就係嗰個國家。你問咗49條問題，所以創世記就係指呢個就係神講緊嘅嘢。以色列國家係啊。所以佢講緊依家嘅邊界，依家嘅領袖係咪講緊呢個政治實體叫以色列呢？佢係講緊以色列國家，係啊，國家存在啊，而佢係傾緊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就係以色列人。創世記提到嘅國家就係依家由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統治緊嘅以色列國家嘅。係啊，呢個正正就係我哋今日談論嘅問題。首先講之前，我哋要傾下關於呢兩個字眼 exegesis 同埋 eisegesis。exegesis 嘅意思係根據上下文引出文本嘅原意，就好似問保羅寫加拉太書嗰陣意圖係乜嘢呢？ eisegesis 嘅意思係將自己嘅想法或者意情融入文本。例子係等我哋引用保羅嘅說話嚟證明我哋對現代以色列嘅支持，就算佢唔係呢個嘅意思。當你讀緊聖經嗰時，你要留意你問經嘅問題係究竟聖經想同我哋講啲乜嘢說話呢？定係問緊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聖經支持我哋嘅論點呢？呢兩種問題係會得到唔同嘅結果。第一個你就係想聽神嘅話語，後邊嗰個就係點樣利用聖經得到我哋嘅目標。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邊一種讀聖經嘅方法係錯，邊一種啱。咁樣就嚟到我哋今日最重要嘅經文，創世記12章1至3節。耶和華同亞伯蘭講：你要離開家鄉、親族同埋老豆嘅屋企，到我要指示你嘅地方去。我必定會令你成為大國，我必定賜福俾你，令你聲名遠播。你必定成為其他人嘅祝福，我必定祝福俾嗰啲祝福你嘅人，詛咒嗰啲詛咒你嘅人。世上萬族都必因你而蒙福。首先第一樣嘢我要指出嘅就係佢哋兩個都講錯一樣嘢。呢個經文嘅祝福係賜俾亞伯蘭嘅，唔單止以色列國家都未有，連代表以色列嘅雅各都未出世。
更加唔使講咩現代以色列國家啦。就算係拗都係拗到亞伯蘭嘅血統後裔，同而家嘅以色列政治體系係完全無關嘅。之後我哋就用新約嘅眼光嚟去睇創世記12章3節。首先我哋就嚟到使徒行傳3章25至26節，你哋係先知嘅子孫。呢度嘅你哋的確係講緊猶太人，亦都承受咗上帝同你哋祖先所立嘅約。上帝曾經對亞伯拉罕講，天下萬族必定因你嘅後裔而蒙福。上帝興起佢嘅僕人，首先差遣佢到你哋中間，賜福俾你哋，令到你哋脫離罪惡。喺呢度你會發現神興起嘅賜福俾你嘅唔係以色列人或者猶太人咁簡單，彼得特別指緊佢係神嘅僕人，正正就係耶穌自己咯。所以當佢應用緊創世記12章3節嗰陣時，佢講緊真正承繼呢個應許嘅就係耶穌自己，亦即係真正亞伯拉罕嘅後裔。所以神會賜福俾祝福耶穌嘅人，詛咒嗰啲詛咒耶穌嘅人，世上萬族都必定會因耶穌而蒙福。所以創世記12章3節唔係講緊亞伯拉罕嘅威水史，而係神通過耶穌嘅救贖計劃，因此而祝福萬國。新約講得好清楚，耶穌基督嘅應允就係呢個祝福咯，可以令你脫離罪惡，造成生命嘅改變。我哋之後嚟睇下加拉太書3章8節，聖經早就指明上帝要叫外族人因信而被稱為義人，佢預先將福音傳俾亞伯拉罕話，萬國必定因你而蒙福。第14節咁樣賜俾亞伯拉罕嘅祝福，可以藉着耶穌基督臨到外族人，令到我哋都可以藉着信得到上帝應許賜俾我哋嘅聖靈。保羅係講緊創世記12章3節，本質上係以種子形式出現嘅福音。喺基督未嚟好耐之前，神已經宣布佢打算透過亞伯拉罕嘅血統為外邦人帶嚟救恩，而唔單止係帶俾以色列人。跟住保羅喺加拉太書3章16節繼續講呢個概念。上帝曾經向亞伯拉罕同佢嘅後裔賜下應許，不過呢度冇講後裔們，即係指好多人啊，而係話你嘅後裔係指一個人，就係基督啦。喺呢度保羅指出耶穌先係亞伯拉罕嘅最終後裔，因為喺原文後裔呢個字眼係單數嚟嘅，所以代表係指一個人而唔係一群人。所有國家嘅祝福都會透過佢而嚟。呢個唔單止係講緊一個家譜咁簡單，而係講緊一個好重要嘅神學觀念。亞伯拉罕嘅應許就係應驗喺耶穌基督，所以亞伯拉罕嘅應許唔係通過以色列人嚟到萬國，而係通過一個以色列人耶穌去到萬國。承繼呢個祝福嘅方法唔係通過血統，而係通過因信稱義、同神和解，同埋喺基督入邊有嘅生命。我哋繼續睇落去加拉太書4章21至26節，你哋呢啲今受律法約束嘅人啊，話俾我聽，你哋冇聽過律法點樣講咩？律法書上面係咁講，亞伯拉罕有2個仔，一個係婢女生嘅，一個係主母生嘅。婢女個仔係按住人嘅意願生嘅，主母嘅仔係按住上帝嘅應許生嘅。呢啲事都有更加深嘅含義。2個女人係指2個約，夏甲代表頒布喺西奈生嘅約，佢所生嘅仔係奴隸。呢個夏甲指嘅係阿拉伯嘅西奈山，相當於現今嘅耶路撒冷。佢同佢嘅仔女都係奴隸。嗰個喺天上嘅耶路撒冷就係自由嘅，係我哋嘅母親。保羅喺度唔單止講咗一個古仔，佢係重新定義緊靈性嘅身份。佢用咗創世記嘅古仔講咗個預言，2個女人就代表2個約，夏甲就代表舊嘅約，即係西奈山頒布嘅律法。咁樣屬於呢個約嘅都係奴隸，而撒拉呢就代表新嘅約。呢個係按照上帝嘅應許，即係基督所應允嘅。呢個就令我哋帶嚟自由。呢個係超乎我哋想象噶，因為保羅話嗰啲堅持律法嘅人，就算佢哋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喺靈性上佢哋都係夏甲嘅仔女，而唔係撒拉噶。保羅之後再進一步用多個比例，佢話現今嘅耶路撒冷，即係喺地上嘅城市同佢嘅宗教制度，呢個亦都係奴隸。但係天上嘅耶路撒冷，呢個先係自由嘅，係所有信徒嘅母親。所以保羅嘅結論就係我哋唔係使女夏甲嘅仔女，而係自主婦人撒拉嘅仔女。今日有啲人仲係話以色列係神嘅子民，基督徒要無條件咁支持佢哋。但係經文講得好清楚，就算佢哋係亞伯拉罕嘅骨肉，真正承繼應許嘅就係藉住基督因信稱義嗰班信徒。當然呢個唔係單一嘅經文啦，聖經其他地方都有指出呢個概念噶。真正嘅以色列係睇你個屬靈身份多過血統標籤，
馬太福音3章9節，唔好心入邊話我哋係亞伯拉罕嘅子孫。我要話俾你哋聽，上帝可以喺呢啲石頭入邊興起亞伯拉罕嘅子孫。施洗約翰喺度鬧啲法利賽人同撒都該人，佢哋以為自己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就自豪，唔好當自己有亞伯拉罕嘅血統就大晒。上帝可以用石頭嚟去代替你哋，呢個係對種族權利嘅直接譴責。唔好以為有血統就喺神面前有特別地位。腓立比書3章3節，因為真正受割禮嘅人係我哋呢啲靠住上帝嘅靈敬拜，以基督耶穌為榮，唔依靠自身條件嘅人。喺呢度保羅重新定義咗真正嘅聖約身份。佢話真正嘅割禮唔係身上邊，而喺屬靈上面，即係嗰啲喺聖靈入邊敬拜同埋以基督為榮嘅人，而唔係佢哋嘅猶太傳統或者國籍。呢節經文直接挑戰咗現代以色列係有特殊地位嘅。羅馬書9章6至8節，當然呢個並唔代表上帝嘅話落咗空，因為由以色列生嘅唔一定都係以色列人，亞伯拉罕嘅後裔唔一定都係亞伯拉罕嘅仔女。聖經上面講，以撒生嘅先算係你嘅後裔。呢句話嘅意思係亞伯拉罕憑住血氣所生嘅仔女，並唔係上帝嘅仔女，只有憑住應許所生嘅先算係佢嘅後裔。保羅喺呢度講咗最直接嘅反駁，所有猶太人自動就係神嘅子民。佢話咗真正嘅以色列唔係靠血統定義嘅，而係憑住上帝嘅應許所定義嘅，即係喺基督入邊成就，而係透過信仰接受。喺新約所描述嘅群體係合二為一嘅天上錫安。希伯來書12章22節，但係你依家嚟到錫安山，永活上帝嘅城邑，天上嘅耶路撒冷，歡聚住千萬天使嘅地方。呢個章節對比咗天上嘅錫安山，同喺18至21節嘅地上嘅西奈山。希伯來書嘅作者係講緊基督嘅信徒唔再係透過地上耶路撒冷為中心嘅舊約制度接近神，因為佢已經嚟到靈性上同約章上嘅天上耶路撒冷。呢度嘅重點係新約唔再約束於地區性嘅，而係屬天屬靈嘅，所以唔係講緊咩以色列地區。加拉太書3章28至29節，從此我哋唔再分猶太人同希臘人，自由人同奴隸，男人同女人，因為你哋都喺基督耶穌入邊合二為一啊！你哋若果屬於基督，就係亞伯拉罕嘅後裔，都係照住上帝嘅應許承受產業嘅人。保羅喺度講緊種族唔同，猶太人同希臘人，社會地位、自由同奴隸，性別角色男同女，都唔係成為神嘅大家庭嘅基本條件，而唯一嘅標準就係喺基督入邊。雖然呢啲概念主要都喺新約入邊講，但係喺舊約先知書入邊都已經批評同問責嗰啲猶太人噶咯。阿摩司書5章21至24節，我憎惡鄙棄你哋嘅節日，厭惡你哋嘅聖會。即使你哋獻上嘅燔祭同素祭，我都唔會悅納；即使你哋用最肥美嘅畜生獻上嘅平安祭，我都唔屑一顧。撤去你哋嘈雜嘅歌聲啦，我唔想聽到你哋嘅琴聲。唯願公正如江河滔滔不盡，公義如溪流綿綿不絕。呢度係喺舊約入邊對宗教偽善其中一個最有力嘅譴責。神唔係拒絕敬拜本身，佢係拒絕同公義斷絕關係嘅敬拜。以色列人維持宗教節日，同時間又欺壓窮人，扭曲正義。彌迦書6章8節，世人啊，耶和華已經指示你哋點樣係良善，佢想喺你哋度要啲咩呢？係要你哋行公義、好憐憫、謙卑咁同你哋嘅上帝同行。呢個經文經常被視為舊約嘅道德核心。佢喺度鬧緊嗰啲以為奢侈嘅犧牲或者國家嘅自豪就可以令到神滿足。佢實際喺度強調緊內在多過外在。人中意關注嘅係種族、地位同埋國家邊界，但係對於神嚟講，最重要嘅係品格同內心。之後我哋嚟睇下啲人用咩經文嚟去支持現代以色列啦。詩篇122篇第6節，要為耶路撒冷嘅和平祈禱，願愛呢個城嘅人都亨通。呢個經文經常被引用嚟證明對現代以色列嘅堅定政治支持，但係佢原本嘅背景係一首朝聖聖詩。佢講緊耶路撒冷嘅和平係指屬靈上同社區福祉，而唔係地緣政治霸權。以賽亞書60章12節，唔肯向你俯首稱臣嘅國家必滅亡，被徹底摧毀。呢個有時會用嚟威脅唔支持以色列國家嘅神聖審判，但係以賽亞書第60章係講關於彌賽亞時代嘅預言。當其時所有國家都嚟到錫安去敬拜耶和華，入邊嘅你係講緊錫安，即係神所救贖嘅子民，而唔係講緊現代嘅政治實體。羅馬書11章1節，咁樣難道上帝放棄咗佢嘅子民咩？當然冇啦。
因為我自己都係以色列人，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屬於便雅憫支派。保羅喺呢度肯定咗神冇放棄到以色列，但係佢即刻澄清咗佢自己都係忠心嘅信徒，同時間都係以色列人，所以救恩依家透過基督伸展到猶太人同外邦人身上。呢章嘅高潮係全部以色列人都得救，但係保羅講得好清楚，唔係所有嘅以色列人都係真正嘅以色列人，所以呢度唔係對現代以色列政治嘅全面認可。耶利米書31章35至36節，使陽光白天照耀，星月晚上發光。大海波濤洶湧嘅萬軍之耶和華話：只要天地之律仲喺度，以色列邦國必永續不斷。呢個係耶和華講嘅。呢句經文係講緊神對盟約忠誠嘅美好肯定，但係一定要留意翻喺31至34節講緊嘅新嘅盟約。呢個應許係成就喺基督同埋佢嘅子民入邊，唔係現代以色列嘅政治體系。咁依家我哋就傾下一個影響深遠嘅神學系統——管治時代論 （Dispensationalism） 同埋佢點樣成為好多基督徒支持現代以色列嘅主要神學基礎。管治時代框架，管治時代論通常將歷史分為7個時代，好似無罪時代伊甸園入邊，良心時代亞當到挪亞，人治時代挪亞到亞伯拉罕，應許時代亞伯拉罕到摩西，律法時代摩西到基督，恩典時代五旬節都被提，之後隔住咗7年災難，最後尾到國度時代千禧年國度。管治時代論嘅核心係相信上帝喺人類歷史入邊用唔同嘅時代同人立約，啟示神嘅旨意。其中最關鍵嘅就係亞伯拉罕之約，創世記12章嗰度，我要使你成為大國，地上嘅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對於管治時代論者嚟講，呢個應許係無條件永恆嘅，字面應驗嘅，因此佢哋認為上帝對以色列嘅土地、民族同埋祝福嘅應許，從來未被撤回。即使以色列人係唔信同叛逆，管治時代論者主張對土地、後裔同萬國嘅祝福嘅應許，呢啲應許都尚未完全實現，特別係土地嘅範圍同民族嘅復興。所以喺1948年現代以色列嘅復國，佢哋會睇為神嘅應許逐步應驗嘅證據。以色列與教會之別，呢個就係管治時代論關鍵嘅立場之一。佢哋會話以色列同教會係兩個唔同嘅群體，有唔同嘅命定同應許。以色列係地上嘅選民，同土地同國度有關；教會係天上嘅群體，同屬靈祝福有關。所以教會並冇取代到以色列，而係暫時插入嘅奧秘時代。當教會被提之後，上帝將會再次專注喺以色列嘅復興同救恩。正如喺羅馬書11章嗰度講，全以色列會得救。新約嘅再運用，管治時代論者通常將新約入邊嘅應許，特別好似喺耶利米書31章嘅新約，睇成係最終俾以色列嘅。但係教會目前遇上呢啲屬靈祝福，佢哋會話新約嘅屬靈層面赦罪內住嘅聖靈應用於教會，但係新約嘅民族同土地層面將會喺未來嘅千禧年入邊應用喺以色列。呢種解釋方法令到支持現代以色列成為一種預備神國度來臨嘅行動。總括嚟講，管治時代論透過呢幾個神學主張嚟支持現代以色列。亞伯拉罕之約係永恆而且未撤回嘅，以色列同教會係分開嘅群體。現代以色列嘅復國係神計劃嘅一部分。新約嘅應許將會喺未來字面應驗喺以色列嗰度。呢啲觀點深深影響咗好多教會嘅政治立場同末世觀。但係我哋亦都要問，咁樣嘅解釋係咪同新約入邊在基督裏成全嘅聖約一致呢？我哋會唔會錯誤咁引用咗聖經嚟去支持某啲嘅政治議題，而造成對福音嘅扭曲呢？我哋效忠緊嘅係自由之約定係奴隸之約呢？根據 AIPAC 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喺佢嘅2022年報告入邊表示，佢哋會支持所有親以色列嘅議員，民主黨同共和黨都有，唔理佢哋係咪支持墮胎，唔理佢哋支唔支持變性，總之係親以色列就會捐錢。佢哋仲會晒命話，佢哋所支持嘅候選人入邊98% 喺大選入邊勝出。呢個高成功率經常被 AIPAC 同埋佢嘅支持者引用嚟到顯示佢哋喺美國選舉入邊嘅政治影響力係幾咁大。喺2022年 AIPAC 係喺美國政治入邊對候選人嘅最大貢獻者，佢其中捐得最多嘅係俾拜登，而特朗普都捐得唔少。
以色列與重大事件嘅關聯同潛在利益。以下係幾個重大歷史事件入邊，以色列被認為可能有關聯或者從中受益嘅情況說明。呢啲內容多數都嚟自公開資料同評論，並非全部為已證實嘅事實，而係反映出公共討論入邊嘅觀點同埋政治張力。第一 ，JFK 檔案。核武壓力同埋游說監管個背景係約翰甘迺迪總統喺在任期間對以色列嘅核武發展計劃表示強烈關切，仲要求以色列接受國際核查。根據解密文件，甘迺迪政府曾經要求 AIPAC 嘅前身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 AZC 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呢個顯示出當時政府對以色列游說活動嘅警覺。直到呢一刻 ，AIPAC 都係未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嘅。雖然佢一直以嚟都係為美國以外嘅國家去游說嘅。有評論指出，甘迺迪被刺殺後，美國政府對以色列核武嘅壓力明顯減弱，令到以色列得以繼續發展核武嘅能力。當然對監管 AIPAC 嘅壓力都減弱啦。依家嘅現況係，雖然有啲文件係涉及以色列，但係冇證據顯示以色列同甘迺迪被刺殺係有直接關係。第二，911事件、情報爭議同埋地緣戰略個背景係有報導指出，數名以色列公民喺911當日被扣留，俗稱係跳舞嘅以色列人事件，引發咗外界對以色列情報機構係咪有事先知情嘅猜測。佢嘅潛在利益，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削弱咗以色列區域嘅對手，好似伊拉克同敘利亞。之後美國輿論對以色列嘅安全立場更加同情。官方立場，美國嘅911委員會報告冇發現到以色列涉案證據，相關嘅指控多屬推測，未經官方證實。第三，愛潑斯坦 Jeffrey Epstein 案。高層關係同埋情報傳聞，已知關聯。以色列前總統巴拉克同埋奧爾默特出現喺愛潑斯坦相關文獻入邊。巴拉克同愛潑斯坦有財務會面，有傳聞話愛潑斯坦可能係以色列情報機構，好似摩薩德運作嘅物管陷阱，藉着性勒索收集情報。潛在利益如果屬實，呢個可能為以色列提供對國際政商精英嘅潛在影響力。現況尚冇確鑿證據證明愛潑斯坦同摩薩德有正式關係，以色列前情報首長亦公開否認。第四 USS Liberty 事件，1967年事件簡介。喺6日戰爭期間，以色列嘅空軍同海軍攻擊美國海軍嘅情報船 USS Liberty， 造成34名美國軍人死亡，171人受傷。以色列政府表示呢個係誤認為埃及船艦所致，並向美國道歉同賠償。多名幸存者同美國軍方高層認為呢個係蓄意攻擊，但係被美國政府掩蓋。有文件顯示，以色列飛行員可能已經知道呢隻船係美國船艦。若個攻擊係蓄意嘅，可能係為咗防止美國偵測到以色列喺戰爭期間嘅軍事行動，特別係對埃及嘅行動或者戰爭擴張計劃。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猶太人喺美國人口大約係2.4%，不過喺華爾街嘅 CEO 入邊，大約有2成至3成都係猶太人。唔排除佢哋本身民族上係有生意頭腦，不過都唔排除佢哋有機會係會益自己有嘅。但係我哋今日重點講嘅係喺武肺疫情期間，控制美國嘅衛生部門、控制媒體嘅、控制疫苗機構嘅所有嘅領導層都係猶太人嚟㗎。誇張到有啲人會話，成個疫情其實都係猶太人搞出嚟㗎。呢個當然唔係我嘅立場啦。呢啲觸發到反猶法嘅輿論，當然要強力譴責啦。之後就同大家介紹2套嘅紀錄片，第一套就會填翻你喺歷史書冇學到嘅嘢。其實全世界嘅教育制度都係被一個猶太家族、被洛克菲勒基金會影響㗎。呢套紀錄片叫1945 The Savage Peace， 殘酷的和平，係英國嘅 BBC 製作㗎。喺2戰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歐洲人民就慶祝可以由納粹暴政嗰度獲得自由，但係對數以百萬計嘅德裔平民嚟講，戰爭嘅終結卻係另一場災難嘅開始。呢套紀錄片揭露咗戰後對德國戰敗者嘅報復行動，包括驅逐、拘禁甚至屠殺。呢啲暴行同納粹時代嘅殘酷手段不相伯仲。透過珍貴嘅歷史片段同幸存者嘅證詞，呢部紀錄片挑戰咗正義戰勝邪惡嘅簡化敘述，呈現出和平背後嘅道德矛盾同人性黑暗。
第二套紀錄片就係媒體比較少去談及嘅，叫 The Bibi Files 比比檔案。Bibi 係現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嘅簡稱。紀錄片描述咗佢涉及貪污同濫權嘅案件，公開咗大量從未曝光嘅審訊片段，顯示內塔尼亞胡喺警方調查期間點樣否認收受名貴禮物，包括香檳、雪茄同珠寶。紀錄片亦都訪問咗多位內部人士，包括記者、前幕僚同政界人物，揭露內塔尼亞胡點樣操控政治局勢，甚至有評論指佢利用加薩戰爭拖延審訊。片中有人直言，一場永遠嘅戰爭對佢有利，因為戰爭可以分散公眾嘅注意力，延遲司法程序。雖然內塔尼亞胡未被定罪，但紀錄片強調咗佢嘅道德層面嘅爭議，仲引發咗國內外對佢嘅領導風格同誠信嘅激烈討論。紀錄片最終喺2024年12月推出，因為政治敏感性，大型平台都選擇避開，最尾靠獨立平台正式上架。但由於以色列法律禁止公開審訊錄影，呢部喺以色列被正式禁播。導演同製作人表示，主流平台嘅杯葛反映咗政治壓力對媒體自由嘅影響。呢兩套紀錄片現時都可以喺 Rumble 揾到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